天文台預告喺今晚嘅8點40分發出1號戒備信號，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進入南海，預計喺廣東東部登陸。天文台亦都修訂紅霞預測路徑，較琴日預測更加靠近香港。受強烈熱帶風暴紅霞嘅外圍下沉氣流影響，天氣持續酷熱，日間多區氣溫上升到34度以上，上水最高達到37度，跑馬地亦都有35度。天文台預料星期六日間部分時間酷熱，隨住紅霞逼近，稍後風勢逐漸增加。星期日預計離岸風力達到7級，初時高地達到8級。根據現時評估，紅霞聽日橫過南海東北部並逐漸增強，較大機會喺星期日初時喺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，但仍然存在變數。紅霞而家係橫過緊呂宋海峽嘅。咁有機會菲律賓嘅地形對佢係有一啲影響啦，咁所以令到佢嘅路徑係有變數嘅。咁天文台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，佢嘅強風區同埋本港嘅距離，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呢，考慮喺聽日嘅下晝改發更高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。天文台預測下週初期繼續有驟雨，而紅霞登陸之後會受一道廣闊低壓槽影響，下週中期天氣仍然唔穩定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娟。